孙大先生的来历第9章，因为伊为着做基督的工，险死，家己拼命。腓立比第2章30节，我为着主耶稣的名，毋但受罚，就死也已经变啦。使徒行传20章13节，照所记载，孙大济摆捌去西藏传道理，头一摆去，伊只有19岁若定。当迄时以后，西藏的国法真严，毋准外国的人入因的地界。虽然孙大已经知影遐个百姓大怨恨耶稣教，毋过伊为着主真甘愿担当艰苦，拢无嫌迄所在有挡袂牢的寒，也无惜家己的性命，看百姓拢踮伫黑暗，若死伫罪恶中，就圣神催逼伊的心，不得已就去遐讲起耶稣安怎样救人讨放因的罪。凡所教的位，有人真对得伊的道理。怨恨第一深的就是遐个南无教的和尚拉玛斯，因仔的组织总是真侪人有听到福音的声。又搁上帝开伊的路，伫某所在有一个南无教的和尚，真好咧接纳伊伫伊的厝内。迄时天气暂然寒，所以受伊的好款待是真好佳哉。伫西藏随时落雪介厚，顺带游园褪只骹得行。有时山路真歹行，也有石头插着伊的骹，跌到流血生疼。当顺带知伊现时所踮的国真无爱道理，抑佫毋敢提示，因为圣神哪准勉强伊着宣传伫迄个第黑暗的所在。已经到伫某城，就连边互人掠，带伊到头人南无喇嘛的面前。伫遐人告伊2项：第一，偷入因的国；第2，传耶稣基督的道理。审问明白就甲伊定死罪，煞带伊出法场的所在。真侪歹心的人军队欢喜伊的死。照国法有2款互定罪的人死：第一，着将牛皮浸互伊淡落落，才甲迄个罪犯填密密伫迄皮内，后来直直放入互牛皮愈久愈旧，直到人的骨头裂破，凄惨死。第二，将有罪的来迄伫一个旧井挂就砍密密，互伊伫遐渐渐死。因议定要互顺带照迄款死，到位就脱伊的衫，真大力甲伊迄伫迄个暗蒙蒙的井，煞伤着伊的手。前捌迄侪人伫迄位，所以伫井底拢是新尸甲死人的骨头，真有话告急。凡所摸是臭烂的肉，又搁迄个歹味若毒气，互伊饿得喘气，袂免得亲像伊的救主惨切来叫讲：上帝啊，你啥事放杀我？入眠伫即个惨境，心神也无得到透放，拢无啉食，就知伊的性命稳当快煞。到第3暝，拄则祈祷，切意祈求上帝，就对顶面有听到一个声，哪准刷吼，果然有一人开锁煞现挂，才听到一个声得叫，叫伊着任伊所累落去的锁仔，迄条到伊的手，上帝壮伊的力，就任条条，才互伊拖起来。到迄顶面，挂就搁陷地锁落去。拄要看拯救伊是
什么人就看无半个，随时超吹也吹无，胆阁喘入好的空气，伊就哪有新的活命。顺带未免得满心欢喜，感谢上帝非常会疼，来拯救伊脱出迄个井。到天光，伊就稳稳啊行，搁入城，犹原得教世人。城内的百姓听伊所干净，大家戆影去报迄个头人蓝魔喇嘛讲，所迄个纪念的人已经出来好好犹原传道。遐时代，搁掠顺带过送到迄个蓝魔的面前，互伊审问，爱知伊安怎样脱离。顺带已经甲伊讲了，伊真在受气。找人查考讲，的确有人偷用锁匙开井，大家详细敲找，就找到伫伊家己的身躯，犹原绑伫伊的腰带。迄个蓝魔喇嘛知影伊的锁匙还伫地，真戆影惊吓，毋敢搁害顺带，惊了伊的上帝降灾会刑罚伊。就甲伊赶出城外，顺带真大感恩而乐救主，搁一摆互伊脱离对敌的手。即摆大面上帝有找伊的天使来偷放伊所听的奴仆，毋敢摇疑，因为现时上帝也捌为着伊的百姓显出非常的悬。来做成人所袂拍算的事，顺带的确知，若毋是天父疼伊出头来行，基伊的新约，伊偌侪摆稳当丧失性命，